伫礼拜前吼，麻烦兄弟姊妹甲手机关开做静音，哦，安静心来准备今仔个礼拜。
恁就学了耶和华，恁就学了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正罗卜踮伫耶和华的厝，踮伫咱上帝厝的院内，恁就学了伊，恁就学了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好，就唱歌学了伊的名，因为这是真妙。这是咱请敬拜团来学了敬拜。弟兄姐妹平安，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一同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那一位蛮有能力的，是我们的盼望。虽然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我们仍然要在礼拜天的时候一起来朝见他，来赞美他。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让我们从头再来赞美的时候，我们能够大声的宣告，他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力量。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将我们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愿用下一首诗歌，我们也来回应他。我们要更多的亲近他，更多的渴慕与他同在。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回应，安静我们的心。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更深的来亲近他。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心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唯有你是我心所爱，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我们持续站立。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变倒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为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搁几仔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交读启应文，诗篇100篇，我来替恁来引。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
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了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咱三甲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感谢你即礼拜来的保守甲带领。阮也有得罪你的所在，也求主你赦免，接近阮的心，来到圣殿敬拜你。主啊！伫这世界因气候变迁、国甲国的争战，造成真侪家庭的破碎。阮伫这动荡不安的世代中，阮要有警醒的心，求圣灵因带阮，互阮较坐伫的心智伫疼人甲疼神心上上，互主的疼充满伫阮的生活中。主啊！也求你眷顾身体有病痛，袂当来圣殿敬拜你的兄弟，互因的病痛伫你的面前得到医治，并安慰因的心灵。主啊，伫这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求主你祝福玉山神学院的师生，互因培养出来的牧者合你所用，也求你的圣灵甲教牧师同在。互听的甲传讲的拢得到帮助。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托主，求主保守带领。阮安尼祈求，拢是靠主的名求。阿门。即是咱请圣歌队献诗，平安伫你心中。
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6章19节至31节。有一个妇人穿紫色甲幼地布的衣裳，搭伫车花宴乐。阁有一个乞食，名纳撒路，遍身生疼。人下伊伫妇人的大门口，爱将妇人骹刀所刻落的来毒饱，狗也来舔伊生疼的位。颂扬人死，阁天使赴伊甲阿伯拉罕的行程。妇人也死，煞埋葬。伫阴间痛苦的中间，抬头远看见亚伯拉罕，搁拉撒路伫伊的行前，就叫讲：我的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找拉撒路用枕头尾温水来凉我的舌，因为我伫这火焰中真凄惨。若是亚伯拉罕讲：囝，就记着你在生享受你的福气。拉撒路受到艰苦，等伊伫遮得到安慰，你也受凄惨。毋若安尼，伫阮甲恁的中间有大深渊隔地，地甲要对遮过去恁遐袂下。对遮过去，对遮过来，阮遮也袂下。伊就讲，既然安尼，求助你找拉撒路去阮爸的厝，因为我有个兄弟，互因对因做干净，免得因也得到即个痛苦的所在。亚伯拉罕讲，因有摩西甲遐先知。听因通先知通听因，因讲：我的祖亚伯拉罕啊，袂啦！若有人对死人中去找因，因就反悔。亚伯拉罕就甲因讲：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就有人对死人中告我，因也袂受苦劝。以上。这是咱请赵牧师讲道，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对死亡看今世生活。各位长子、同工以及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中信教会今天给玉山神学院有这样的机会，来到教会当中跟大家请安报告。那个玉山神学院在花莲那他们今天是御神的主日，晚间在和平教会也有那个活动那请大家来关心。那我今天呢要用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这个耶稣所讲的故事呢，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到底耶稣讲这个故事呢是什么意思？那其实耶稣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他已经讲了好几个比喻，包括失钱的比喻、迷养的比喻、浪子回头的比喻，或者是饥馑管家的比喻。耶稣在讲故事或者是这些比喻的时候，他其实都有明确的主题，他要传达一个信息。那今天这个故事也一样。那耶稣讲故事呢，他有一个特色，他喜欢用比较具体的生活当中的事物来告诉我们生活当中哪些是真正的价值、美德，或者那个主题到底是什么。像是浪子的比喻，那个讲的呢就是那个上帝的恩典。那如果耶稣要教导爱邻舍，他就讲那个充满怜悯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如果讲上帝国的时候呢，耶稣讲的就是那个芥菜种子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过正确的生活让我们思考什么是正确的生活
我们生活的依据在哪里？但是今天这个故事呢，跟以往的比喻不太一样。今天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像神话故事，或者像民间的故事。好，这个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比较不是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好，也让我们感觉到也不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我们不会从这个故事当中常常去思考我们应该怎么生活。但是呢，这个故事呢，讲到人死后呢，进入阴间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是我们其实蛮关心的哈。那并且呢，他有刚刚读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这个不就是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那样的一个民间故事吗？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样的故事呢，跟佛教里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是轮回哈，有那个因果轮回，它的那个不同是在哪里？我来讲一下一个佛教的故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哈。今天这个图片呢是第一张，这一张呢是早期的那个画作哈。这个早期的画作呢画得比较全，就是呢有那个今世的生活，然后呢有那个拉萨路呢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然后还有在那个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在那个火里面受苦啊。那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佛家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哈，因果轮回的一个故事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大的不同哈，就是提到呢有一个妇女哈，她是从事农业的，但是呢她生活很辛苦，所以她几乎没有什么，她没做过什么善事，可是呢生活辛苦跟有没有做善事其实不完全相关的哈。那他死了以后呢，他就被罚在地狱的火当中哈。那佛教里面呢有那个护法的神哈，就看到他很可怜，希望帮助他，因为这个人呢曾经呢去庙里去供养这个护法的神哈，那他就去求菩萨呢来帮助这个农妇哈，这个女人。那这个菩萨就跟他说你想看看哦，你替他想看看哦，他呢过去有没有做一件善事哦，做一件善事这样子。那这个那个他就想啊，然后后来呢，他就跟这个菩萨说，哎呀，你帮帮他哦，他曾经在菜园里面呢捡了一根绳子，然后呢，把这个绳子呢就施舍给了一个乞丐。那这个菩萨就说了，好啊，那你就拿这根绳子到火海里面把它拉上来，这样子。那如果你能把它从火海里面拉上来，它就能够脱离苦海这样。所以这个护法神呢，就赶快跑到火旁边就把绳子扔下去。然后跟他说，你抓住啊，我把你拉上来，这样子，我就把你拉上来哈，然后就拉这样子，就差一点快拉上来的时候呢，火海里面其他人看到，他要上去了，也赶快去抓这样子哈。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女人呢就用脚踢那些人说，这绳子是我的哈，不是你们的。结果刚讲完这句话，嘣，那个绳子就断掉了哈。所以他们统统又掉下去了，又掉下去到那个火海里面。所以那个护法神呢就很伤心流着眼泪走了哈。那其实呢，这根绳子可以救很多人可是呢，意思就是这个菩萨呢，就是借这个呢来考验一下这个女人呢，是不是还有一丝丝的善良哈。但是他没有经受住考验所以他又掉到了苦海之中。这个呢就典型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农妇呢，因为他最后的恶念呢，失去了他能够脱离苦海的机会那当然我们知道佛教讲究因果轮回他们是轮回的概念不是跟我们一样的。那我们是什么呢？基督教信仰是根据圣经所记载的就是呢我们的行善呢，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善心而是我们在新旧约一贯当中呢，有那个上帝呢
透过先知或者是透过摩西的教导哈，还有劝勉，我们的核心在这里哈。那我们也不是因果轮回哈。基督教信仰指出呢，人只有一辈子，今生今世一辈子。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提到这个吝啬刻薄的财主，在被火烧着的当中呢，知道自己呢没有办法改变未来，所以他就请那个亚伯拉罕派拉撒路去他家，他的兄弟还活着哈，所以呢拜托他去劝他们要为善这样子哈。这个故事呢，耶稣的重点不是专注在死亡或者阴间，而是呢，我们人活着呢，怎么样在这个今生今世当中好好的活着。那跟死人死了然后活过来相关的是，耶稣呢也让一些人他就是灵魂回到他们的身体，然后活过来这个故事。我们为什么知道耶稣着重的点不是在于那个地狱的永火，或者是像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不是那个不重要，而那个不是真正的最核心的议题。那个真正最核心的议题呢，是耶稣基督透过这些故事或者他的神迹教导我们，上帝的全能工作在他的身上，也在先知的身上，并且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今世呢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使人从死亡中活过来的这种故事呢，像那个缅因城寡妇的儿子，这个耶稣呢就让这个寡妇的儿子活过来了，雅鲁的女儿也活过来了。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马大马利亚的兄弟拉撒路，他复活了。这些故事里面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情节，它的着重点不是他们死了以后他们在阴间或者地狱有什么经验，那个在讲的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全能在耶稣基督里。那在旧约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先知以利亚，他呢寄居在那个撒勒法的寡妇他家里面哈，结果这个寡妇的儿子呢，就突然呢因为疾病就死了。那以利亚呢3次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求上帝让这个孩子的灵魂回来这样子。那最终这个孩子活过来了。所以在新旧约这个人死了，然后灵魂又回来活过来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都没有记录阴间或彼岸的经验。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他的教导，他的侧重点更倾向是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怎么样更深的认识上帝，我们怎么样在今生今世有一个更合宜的、更恰当的基督徒生活。另外呢，跟这个故事呢有相关的是拉撒路。因为那个马大马利亚的兄弟呢也叫拉撒路，所以有人就觉得说，这个故事呢会不会是那个马大马利亚那个兄弟拉撒路呢？他死了以后他回来，但是他其实有讲那个他在阴间的经验可是呢在耶稣的那个跟门徒在一起，或者是跟群众跟着他的教导当中，那不是最重要的重点。但是耶稣自己重新解释了这件事情哈。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应该不是那个拉撒路哈，因为呢马大马利亚他们的邻居或者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就他们不是很孤立的，不是太多被霸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在看法上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我们呢现在呢要来看一下这个耶稣呢到底讲这个故事呢，他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耶稣的这个故事呢，他提醒我们，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呢是不公义的哈，而且常常充满暴力。这个良善呢其实是很稀少的公义呢是遥不可及这样子。
那25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个故事呢，从彼岸也就是说从阴间的经验或者死亡这个彼岸的这个角度呢，一个经验过死亡的人来看这个世界，从那里看见的，跟我们现在在这个今生今世的世界呢，完全不一样，甚至可以说颠倒。在这个世界呢，吃喝玩乐，生活无虞，很会照顾自己的人，他可能在彼世呢是会受苦跟有那个火刑的哈。那在彼世，在此世可能是凄惨的、被压迫的，在彼世他可能是宁静安稳，并且有平安。这个对比呢是令人很震惊的。他呢也提醒我们说什么呢？就说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今世、我们现今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努力的那个不管是钱财啊、名声啊，或者是地位啊等等这些这个在今世结束的时候，它可能就被遗忘了，它可能就被涂消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呢，这个故事里面，他提出这个新的角度，他提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时候有必要从死亡来看我们今生今世的生活。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社会当中，比如说我们最近那个台湾股票市场，哇，很红啊。那个很多人买那个ETF 或者是买股票那个指数一直涨这样子心里很快乐，但是有一点像那个坐云霄飞车，很怕它掉下来这样子，所以也很惶恐这样子但是也有人呢，因为这个台湾经济呢快速的发展 ，GPT 呢就越来越高了然后那个报纸很多的报道这样子，但是发现这个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但是薪水都没有增加，所以心里也很郁闷这样子那当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来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的时候也是不管我们在今世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快乐或不快乐，满意或不满意，其实我们有一个了解，就是我们有来生的盼望，并且这些物质的或者是我们在一般社会所追求的，可能会被遗忘跟涂消。这个是在提醒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有一个超越性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的存在，是连接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此世的人，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不公义或暴力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经文第27节说，财主就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呢他们也来这痛苦的地方。”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他们必悔改。”31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提醒了什么呢？真正的事实就是呢，人们知道善恶，但是呢，人性的特质就是知道善恶，但是我们做不到。这道理呢，明明白白的就记录在我们的眼前，从小被教导，但往往呢，我们当作那个道德律令没有办法做到。那这个真正指出的是说，我们的人性没有办法承载真理。马太福音23章37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不愿意。这节经文呢，指出新旧约当中人性的动机描述哈，光照在黑暗中，但是呢，黑暗不接受光。我们做不到，但是呢，如果我们平常都做不到的，就算呢有人从阴间回来，回到这个世界来告诉那些活着的人，还是没有办法哈，因为这是人性的特质，道理大家都懂，就是做不到。那么在耶稣基督里，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我们如何从这个死亡的角度看我们今世的生活，可以过一个另外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从死亡跟阴间经验来看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呢，所讲的故事当中呢，这个是耶稣在他的所有比喻里面独一无二的。那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呢，往往会看到我们自己的我们面前的一切哈，所以有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反省，帮助我们思考让我们不局限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呢特别是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很深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提醒是必要的。在26节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过去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来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这是耶稣呢，通过这个乞丐拉撒路的故事，他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面对死亡？我们怎么面对死亡？从死亡向着我们现今的生活来活着的时候呢，不是我们忽视了死亡，或者我们排挤了死亡。因为忽视死亡就是逃避死亡，如果是排挤死亡，就是自我分裂。所以有一个那个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托马斯曼，他呢就主张说，这个接纳死亡呢是自己的一部分，是了解我们的生命，还有呢接受我们自己生命，这是一种神圣的，也是应该有的界限所以如果我们把死亡跟我们的生命呢区隔开来、分开来的话呢，我们也有可能就过着一种反正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直走下去，一直走下去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可能会有一点盲目或者是无法觉醒或者是会感觉到模糊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你到底要往哪里去？所以在这里提到了那个界限，死亡作为一种界限。这个基督徒面对死亡，它其实不是坟墓的凄厉哀嚎，不是抑郁或者是厌世，刚好完全相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刚好完全相反。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呢，就是呢，拉撒路安稳的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所以死亡带给基督徒的，其实是一个鄙视的心灵平静，还有感觉是轻快的。它是一个觉醒的，它对生命是充满了看见那个生命的意义，而且呢，他了解所有的一切，以及对上帝的认识，就是在那里完全看见上帝的旨意。在此事，我们是还有一点模糊不清的。如果我们采纳这个托马斯曼他在讲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呢，这就会像圣法兰西斯说的死亡其实是我们的兄弟。即便如此，死亡不是没有张力它还是对我们提出了我们只有今生今世一辈子的界限。也因为这个界限呢，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图像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图像，这两个图像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呢是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今生今世充满不公义还有暴力的世界。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还没有完全的，就是呢心灵会宁静，而且会有觉醒的彼岸，一种轻快的生命。
那我们到底现在要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呢？这个29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摩西呢和先知的话呢，最有代表性简要的内容，其实就是弥迦书第6章第8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是谦卑与神同行，然后行公义，好怜悯。那在新约呢，我们就看到了耶稣的教导，就是尽心尽力爱神还有呢爱人如己，就是爱邻舍，就是爱邻舍。所以，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经文都会背，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从经文来看，就是我们基督徒参与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因着爱神，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愿意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付出一些的代价，而我们可以激发其他的人有一种向善。他们也愿意他们也愿意因为别人这样的行公义，这样的好怜悯，这样的爱人如己，他们也愿意向善。所以呢，在这个耶稣讲的故事当中呢，如果财主不要那么的吝啬刻薄，他可以多留心一点，不要那么的不要暴力的对待这个拉撒路的话呢，或许有那个故事的发展就会不一样了。那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看到的例子，比如说像兰大卫医师在他们的年代里，英国呢是高度文明发展的，然后他是那个英国皇家医学院的院士。他愿意呢，为了福音的缘故，来到我们这个还没有开发的很好的台湾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感动的故事不在于他的医术是多么的高明，当然他医术能力是很好的。感动的是他因为爱，他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当时在彰化呢，人把兰大卫医师呢是跟妈祖做类比的就是说，这两个都是很伟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他的身上看到了那个良善，看到了一个不说教的人，但是却是身体力行去爱的人。所以在那里，很多人愿意因为学着像他，所以就有那个向善，或者是愿意踏上一条不是很容易的宣教的道路。那我们在台湾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台湾呢有法律扶助基金会，它其实提供了这个经济弱势的法律协助这个保障宪法的诉讼权还有平等权，这个都是很好的例子，就是让人在无助或者是孤独，甚至会觉得好像慢慢陷入绝望的状态当中，他看到了光光进入到黑暗当中。这是我们基督徒呢，在不公义还有暴力的世界当中活着，在盲目的世界危机当中呢，持续跟教会一起呢为真理做见证。但是呢，当我们讲到这个行善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哇，这个后现代很困难的，因为我们都很忙，然后呢，我们有环保的议题，我们有天然灾难的议题，我们有战争带来的难民的议题，我们有贫穷的议题，我们有儿童虐待、社区居住安全弱势照顾、教育的问题，还有社会分配不均，这太多你要连那个要全部都顾到好那真是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时间有限，而我们行善每一个个人行善的资源有限，所以呢这个经文的教导很好就是说我们要存谦卑的心，就是忠实与神同行，与神同行。那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划，透过教会或者是透过一些协会比较有公信力的单位呢，一起来救助那个弱势的群体
或者是一年花1天的时间参与在那个净滩的服事，或者是义工等等这些跟这些或者是跟自己的工作服务的单位一起来关心弱势、支持公益的行动。我们不需要被善行的要求绑架，我们也不需要用善行跟上帝邀功，或者是跟上帝讨价还价。就上帝我做了这么多，你看我现在这样子你好像你都没有祝福我我们也不需要跟上帝讨价还价或者邀功。我们要执行上帝透过先知教导我们的，因为上帝已经悦纳我们的摆上，上帝已经悦纳我们的摆上。所以在这里，我们最后呢，要用摩西他的体会。摩西是跟上帝很亲近的人，他呢在彼岸跟今世当中，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人只有一辈子，每个人都要在时空之下谨慎的过日子，爱惜时光。这个是从死亡向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提醒我们知道时间的宝贵，善加利用，活出意义。但是我们也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必焦虑我们不必焦虑。所以摩西他写了诗篇90篇，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1000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学习。但是耶稣透过这个教导，让我们再一次知道，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会越来越觉醒，我们会越来越好，在不断的透过跟神的、跟耶稣基督的连结，以及跟教会一起面对这个有许多的不公义，还有暴力，甚至是危机的世界，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盼望来生，我们有一个为我们现在已经预藏这样的心灵的宁静、平安，以及在未来我们将看见所有的全貌。这是以上今天的讲道。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来关心我们原住民的宣教事工，特别是玉山神学院，他们在培育原住民的传道人，需要大家更多的代祷奉献。在台湾的宣教历史当中，我们最辉煌的或者是最成功的其中一个宣教被称为20世纪的神迹，大概是在原住民的部落。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泰雅尔族有95%的人成为基督徒，布农族大概有80%，阿美族有50%。那那个卑南族宾纽曼亚是比较少的，它是10%，但是相较于在汉人，我们大概5%还不到所以我们真的在这个时代的变迁当中，原住民的基督徒也慢慢在流失，因为世俗化还有很多都市化的缘故，他们必须离开他们的原乡，进入到都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信仰会受到很大的震撼以及动摇求神来帮助我们的神学院，还有我们的教会，在支持原住民的宣教以及巩固我们的信徒原住民的信徒当中呢，透过神学院的教育以及更多传道人的投入，会有更好未来的展望那现在我请大家来看一下那个我们那个。这个是玉山神院所制作的那个玉山主日的。1946年创校以来，玉山神学院已走过80个春秋，培育无数教牧与神学人才，影响台湾原住民教会。80年，我们用信仰与知识点亮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今天的玉山不只是学院，更是一个属灵家园。每一位学生都背着服侍的心，走进教会，偏乡部落，将信仰化为行动。你的支持让这个使命得以延续。80年，我们见证上帝的信实；80年，我们培育学生服侍的心智。今后，我们期待更多愿意接受呼召的弟兄姐妹，有机会接受神学教育，走进台湾各个部落。请我们一起成为这个使命的一部分。咱感谢赵牧师的分享。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请为校的圣工代祷甲奉献。请起立，咱三甲来吟圣诗611首。我心平安，心地
请坐，请咱闭完心来准备今仔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感恩的回应。若无了解奉献意义的，会使先免奉献。请起立，三角来吟《圣诗382首》第4章。请咱继续来吟上吟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后，请赵牧师来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怜悯与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消息报告：本日小组分享诗篇137篇，甲到143篇。本日自会后召开定期的中执会，请中执老部。第三，本日为着玉山神学院纪念主日，请为学校的圣工大道奉献。搁今仔暗时7点到9点，伫和平教会有玉神之夜，欢迎兄姐参与。第四，夫妇团契伫
伫5月24号中昼后礼拜12:30到1:20，专题活动由蔡家华牧师分享，你看毋对啊，还是伊正是毋对啊？学习安怎理解一个人内在需求，也学习安怎甲家己的需求带到神面前，请兄弟踊跃参加。具体交通请为着身体欠安兄弟甲因的，咱确定请招牧师来帮因带导为着赖建成因规家甲的身心灵带导，咱请招牧师来帮因带导。我们有几个代祷事项哈。那首先我要邀请弟兄姐妹，请你用一点点的时间，为你自己，还有为你认为这个时候对你很重要的人，请你来为他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赏赐生命，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天地间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纪念我自己觉得特别重要的人，求主你也来眷顾他，帮助他，正如主你也这样的眷顾我跟带领我。谢谢主，在这世上我们可以与你同行，何等的恩典！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来，我们要为林牧师娘，她有那个脊椎的注射手术以后的康复，还有我们要为刘凤珠姐妹，她那个心脏有电烧手术，这2位一个牧师娘还有姐妹，她们在术后的恢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要为牧师娘还有为刘姐妹来祷告，求主你真的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医治的大能也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在术后或者注射之后，他们的恢复都能够非常的顺利。求主你亲自与他们同在，也特别安慰他们，在这段期间有主你自己的安慰在他们的心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还有我们要为高中会考的饶瑞宇、洪恩熙他们在面对考试有神的力量，还有平稳的心情。我们特别为2位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把瑞宇还有恩熙交在你的手里，这是他们生命当中重要的考试。主，你给他们再一次有依靠你的心，紧紧地抓住你，知道他们在你的面前不必惧怕。主，你帮助他们在平稳的心情当中完成这项的会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为王彩云姐妹她的行动的不方便在我们的当中，还有她那个在老化的状况呢，我们要求神真的是与他们全家同在，也与王姐妹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王姐妹还有他们全家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爱包围他们，愿圣灵你的安慰与他们同在，围绕他们全家，知道主你爱他们，帮助他们，也带领他们。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仔日礼拜到这，请圣乐队唱祝歌。
麦倒后行平安礼。